议员王家珍上午的市政总质询，首先针对8月底4大公投，包括藻礁、重启核四、公投北大选加来猪的案件，询问市长的态度，以及讲好的囡仔袂去食到美国猪肉，为何国军已经食到？议员嘛为囡仔营养午餐来担心。欢迎大家回乡投票，少尽任何包装理由。我先要听市长一句话，您鼓励大家投票吗？鼓励吗？选举是国民的权利，也是义务。公投我觉得是国民的权利，但是我们基本上也是鼓励大家来行使国民的权利。OK， 好，台湾猪肉那么香，那么好吃，但是显然美猪就成为国军的盘中孙了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说好的不吃美猪，军人不吃美猪，孩子们不吃美猪，都吃台湾猪。结果您如果有孩子，可能在当兵，这个在场的一级主管有朋友有孩子在当兵，吃的就是美猪嘛。我要讲的意思是说，局长能不能够强烈的跟这个双标党政府说，是不是能够诚信一点？不给军人吃美猪就不给军人吃美猪。好，这我们会反映到食药。不给孩子们吃美猪就不给孩子们吃美猪。好，让我们台湾猪的美味、健康，大家真正的吃得到，而不是为了要巴结美国。这我们跟中央反映。除了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另外议员嘛为台湾的人口政策，尤其少子化的问题，台湾已经是世界出生率上低的国家。对市长黄伟哲上任以来，第一档减少将近3000人，第二档要到6000人，但是今年1月到4月就减少3693人。因此，议员嘛为想要生，却生不出来翁仔某来请命。虽然市府卫生局有编列100万的经费，不过夜都真紧的用完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如果费用不够，将动用第2有备金。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。